多人打激光去斑，最驚係咩咧？唔係痛啊，係打完之後皮膚會唔會越嚟越薄啊，越嚟越敏感啊？呢個擔心啱嘅，但係只啱咗一半嘅。點解我話啱咗一半嘅咧？因為有以上嘅情況咧，唔一定係激光本身嘅問題嘅，可能係用錯咗激光。但係而家出邊最常用嘅去斑儀器係咩咧？Kiko 皮秒1064納秒咯。你去10間美容院，可能9間半推介呢兩樣嘢嘅。呢兩種激光咧係有一個共同嘅問題嘅。如果你本身塊面咧已經有泛紅有敏感，再打呢啲激光去斑嘅話咧，係會火上加油。因為皮秒同蠟秒嘅能量輸出方式咧，對呢啲敏感嘅皮膚咧係太過猛啊！你以為自己去緊斑，其實係幫你摧毀緊皮膚嘅屏障啊！咁係咪有敏感肌就唔可以打激光咧？答案就唔係，而關鍵係用咩激光。有一種激光咧就叫做毫秒，毫秒嘅能量輸出咧係比皮秒、蠟秒溫和好多嘅。佢唔係好似皮秒、蠟秒用好強嘅爆破力去爆破色素嘅，而係用一種好溫和嘅方式去處理。而毫秒激光有一樣嘢咧係皮秒同蠟秒咧係做唔到嘅，就係毫秒可以同時改善埋呢啲泛紅敏感。點解佢做到咁多樣嘢咧？因為毫秒咧可以改善因毛細血管擴張而產生嘅泛紅敏感嘅泛紅嘅，原來都可以靠個激光去改善嘅。同時咧，毫秒咧可以刺激膠原增生，令到真皮層變厚啊！咁你可以將呢個皮膚變翻健康嘅厚度咯。皮膚變薄、皮膚敏感嘅問題咧，毫秒都可以逆轉嘅。所以我哋好多客人唔止用毫秒嚟去斑嘅，仲會用呢啲儀器嚟做長期嘅皮膚保養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毫秒咁好，點解我之前冇乜聽過咧？因為美容院只係識得操作一啲簡單嘅技術，易學易請人嘅儀器嘅，所以出邊咪大多數推介 Kiko 皮秒或者1064納秒激光打斑咯。打斑會唔會令到皮膚變薄、越嚟越敏感？我嘅答案係睇你揾邊個打咯，用咩儀器咯。如果揀錯儀器咧，就會傷皮膚；揀啱儀器咧，就係養皮膚。同一個行為唔同結果，嗱，分別在於咩？咪就係專業咯。